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。最近中東局勢又開始緊張，好多人都擔心，萬一真係打起嚟，我哋嘅錢包會唔會跟住遭殃？今日我哋就傾一傾，如果中東局爆發衝突，會唔會對全球經濟同你嘅投資產生乜嘢嘅連鎖反應？首先，我哋要捉住一個核心點，能源價格。中東係全球能源心臟，尤其係伊朗握住霍爾木茲海峽。佢被稱為世界石油咽喉要道，佢每日有將近1/5嘅石油要經過呢條管道。一旦伊朗封鎖呢個海峽，後果不堪設想，全球石油供應會即刻出現一個大缺口，油價必升，幾乎係必然㗎啦。但係唔係你加油價就得㗎咯喎，油價上漲好似骨牌效應，推高所有東西嘅成本。從運輸到生產，最終導致通貨膨脹。到時候各個央行好似美國聯儲局，原本諗住降息刺激經濟，但係面對高通脹，佢哋又唔能夠唔降，甚至要被迫加息抑制物價，一來一回令經濟嘅成長空間受到嚴重嘅壓縮。另外，我哋就要睇股市反應。金融市場最驚就係唔確定性。戰爭咩時候開始，會打幾耐，規模幾大，都係未知之數，引發起投資者恐慌。所以一旦衝突爆發，消息傳出，全球股市會立即集體下跌。可能大家仲記得類似嘅消息一傳出，台股即刻跌，港股恒生指數跌破關鍵位。呢啲就係市場恐慌情緒嘅直接體現。當然，市場有跌梗係有升㗎啦。喺呢個情況下，有啲特定嘅板塊反而會逆市上升，成為全球資金嘅避風港。最明顯呢，就係能源股同軍工股啦。咁佢哋畢竟係直接對武器同石油嘅需求。另外就係一啲資源嘅股票都係因為供應鏈擔憂而受到追捧嘅。恐慌嘅資金都要揾地方匿㗎。咁就帶到第三點，避險資產嘅轉移。當戰爭迅速籠罩市場，聰明錢要迅速撤離呢個高風險嘅股市，轉向更安全嘅資產。傳統嘅避險資產就係黃金。幾千年黃金一直被亂世中成為硬通貨，所以喺呢個戰爭嘅金價通常大幅飆升。另一個避險資產就係美元啦。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同埋結算貨幣，喺動盪不安嘅時候，全球美元需求急劇增加，會推動美元匯率走強。所以黃金同美元可以講係戰爭中嘅資金兩大避風港。最後，我哋要睇下整個產業鏈嘅衝擊。除咗前面提到嘅能源問題，戰爭仲會喺其他方面困擾全球經濟。首先就係航運成本，為咗避開危險嘅戰區，貨船可能需要繞道而行，這意味住更加多嘅航運時間、更高嘅燃料、保險費用。呢啲成本最終會反映喺商品嘅價格。其次就係製造業面臨斷鏈嘅風險，能源成本大幅上漲，會喺生產端開始層層轉嫁，導致工廠生產成本提高，最終我哋喺商店裏看到嘅商品會變得更貴。呢個又回到加劇通脹嘅壓力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總括嚟講，中東任何風吹草動都可以引發全球經濟嘅蝴蝶效應，從油價、股市到你日常生活無一幸免。當然，我哋都希望世界和平，但係了解呢啲潛在嘅風險，更能幫助我哋喺不確定嘅世界做出更明智嘅決策。如果你覺得我哋嘅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請記得 Like、Subscribe、分享並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開啟小鈴鐺，先唔會錯過最新嘅財經資訊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！